你好，阿里選用華為芯片，各間嘅科網龍頭為突破美國嘅封鎖，慢慢會同中國嘅芯片有更深入嘅合作。呢個係好自然嘅事，並不足為奇。美國明明有一個好重大嘅優勢，可惜美國自己選擇放棄，讓抄功課嘅學生再次拾起書包認真起來，拎起本書努力用功。好多時候都係逼出嚟。美國已經係靠唔住，即使美國暫停放棄打壓，中國人已經唔能夠再接受美國呢種嘅壓榨嘅手段。阿里、騰訊等巨企會打造更強嘅自主芯片嘅發展，比華為或者中芯能有更充裕嘅資源全力一拼，造福10幾億嘅中國人嘅實用需要。我哋唔會再睇美國人嘅面色做人，有時俾你有啲便宜，有時又拎走，我哋受夠啦。